好，啊，这台嘛爱用。就今仔我，其实我直接去今仔底下。Yeah。我用到那个去。免直接啦，见面啦，不要紧啦。迄边上迄边啊，迄边。迄边较无开，对啊，啊就足破足破诶。你这样有够难笑呢。啊，无，我是讲，因为迄个，大家我不爱，我爱嘛。你不爱笑？删掉。英文会句。佢用文较伫后壁。姓氏了后吼，信用个别，然后去用文，拢看会到，嘿。Yep， 你知影哪用吼？唔知就问。有来啊！我只有一张白纸的旧报，这一张会当互你看。哦，你好的 ，OK。哦，嘿哈，就我。我有，你有甲我讲过，我有请人去关心，但是我唔知影。对啦，伊甲迄个人嘛吼，伊先生是迄个台南人啊。啊，你其他人我是人古文好诶。OK。啊，伊离开着迄个迄个以前。啊，伊就可能咧排前，伊向先生两个。去爬山啦，往坡里爬山，摔落去，就按运动就头壳痛，头壳了后讲，已经做那就 MRI 做2摆啊，就是伊拢需要人个做安尼啦，啊，因太太伊就是长出来，我发现伊拢是做出去物啊，安尼啦，而且拢是头壳啊个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家人在做安尼，啊，所以可能我跟你讲个咧，第做安尼啦，我再安排一个检测有机会，咱厉害啊，你去解决。OK， 好啊，好啊，好。解他们来了解，我会当用一种日方式下面作为一个沟通。安尼啦，好，OK， 这就是安尼。我唔介意嘅专门，咁以為我個睇住我講。空调吗？没有。那个背文件。哪里啊？怎么接哪来？啊，真正背文件啊。
我是王炸。哎，老师，今年啊，伊你这牛炸，拢种牛炸，牛炸，小看，看你袂着，你也直接去看得着。啊，搁几分钟啦，搁会当请安一下啦，吼。嗯。还佫有啥物人？伫礼拜当听遮的人会后，咱才看会着。我甲爱甲电脑划过。你讲，即马迄个吴牧师娘、文华兄夫妇、戴维夫妇拢伫礼拜堂。哦，牧师啊，迄个，我讲到迄礼拜吼，爱偌早去。我原则上我10点伫遮，我就拢 set up 好势啊，所以。哦。你迄个时间来也是较早，我较早就拢伫遮啦。哦，好好，安尼我知，呀。7点来嘛，安尼，我先甲恁的声音瞄起来，准备心，等下请文华兄带咱祈祷吼。OK。袂咧，小准备心一下，因为我即马坐遐，我连迄都袂记哩啊。哇，是 OK 看。
兄弟姐妹平安。在咱礼拜开始以前，请牧师念出。我们是当用工作，你把我有些话家人，都是我的语，我感觉心情用尽，我感觉我情快，你干嘛啥？我的不都是你买的，也是你有变化的，特别来到这个面前，想到来，对着这个改变所受到。全世改变是话，因为他们不较亲近你，不较会当发现过去别的过去，总是因为嘛有人因为安尼，所以你到真失望，你到真心情难过，你到心情落去，全无论是做一种，全叫你拢唔得，因为阮人是乱种，阮一世间是这样子。把7点，啊，今仔1分后，10分后，7点前后，1礼拜后，1个月后，1年后，我要怎样？我要变做怎样？我拢一切伫你的手里。阮只有我靠你，只有你有法度通桥。我给你帮助，我同阮这个困难的中间，我会当反省阮家己，我会知我较谨慎，我有一日我来去记你的日子，我要甲你讲啥物？你要甲我讲啥物？做啊，就去帮助。阮伫遐有欢喜、快乐、无见效。阮若无带一人来陪你，会知意义。阮刚出现即个世界，你听着你的旨意，甲你的安排，都是主阮常常为着你的旨意，甲你的安排，行伫甲你不忘上法的路，就你想的。下面阮肉体的乱象，放在阮脑用行，拄拄自然哪健康，阮就你当然啥个地方，今仔日的敬拜，就你教导，在阮对着这个信心的敬拜，会当有你应当你的阮转会，愿意加持，你的老公努力，大家祝福，帮助阮的勇敢。他们结束不了做的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看过我，听我，我的目睭光明，赢了我困到死，赢了我会对着讲，我较赢伊，
今仔我会受得我摇出的时来欢喜。请咱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49首 B 调，249首 B 调。来告别咱的信仰，今日改名。亲像我捌听你，你能叫安尼三你若三这个问题咱做伙来看较济。英文第27篇，英文第27篇，诗篇第30篇，7篇。然后我闭清音，就叫你。主要话，你若叫款，最后是脊椎下会调。都是例如下面的温，给我当电语义。我听候摇花，我的心情在听候。我的心情听候主，主手见会比手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仰望摇花。摇花不出来，你无风险必受。
以的确救赎以色列。咱来看见这个圣经记载伫罗马书36章，第6章，我先看一下。罗马书第6章按12节到23节。12节，所以我的因阮罪恶，这王伫恁会死的身躯，预告要顺探伊的需要，也无得将恁的肉体献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，是着将本身献互上帝。亲像对死亡中来，我会献恁的肉体互上帝做义的器具，因为罪恶有不管合恁，因为恁毋是伫法下，是伫恩典下，安尼就知影。但既然毋是靠着法，我拍落去。过来，是看。来，我来读啊吼。对15节开始，安尼就怎样？咱既然毋是伫律法下，是恩典下，通犯罪吗？断断毋通。点毋知恁骗本身做奴仆来顺探伊，就是做所顺探的奴仆，或者做罪恶的奴仆，直到死。还是做顺探的奴仆，直到义。17节，感谢上帝，因为恁前做罪恶的奴仆，担捌甘心顺探恁入迄个教训的规模，已经得到透放脱离罪，就做义的奴仆。我因为恁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事来讲。因为亲像恁捌用恁的肉体献互污秽，不法做奴仆，直到不法，咱就按照安尼用恁的肉体献互伊做奴仆，直到成圣。因为恁前做罪恶的奴仆，迄时恁无互伊管辖，当迄时恁得到什么果子，是现今所见效的。因为因的结局是死。当恁已经得到透放脱离罪恶，来正做上帝的奴仆，得到果子直到成圣，迄个结局是永活。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，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活，在伫咱的主基督耶稣。咱来看中文的圣经。罗马书第6章12节到23节，所以不可让罪支配你们必朽的身体，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，也不可让你们自己的肢体向罪投降，做罪恶的工具。相反的，你们要自己奉献给上帝，像一个从死里被救活的起来的人。把自己的整体奉献给他，作为公义的器皿。从此，你们不可再受罪管辖，因为你们已不在法律之下，而是在上帝恩典之下。这样说来，因为我们不在法律之下，而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我们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你们当然知道。当你们做人的奴仆去服从主人的时候，你们就是他的奴仆。这就是说，你们做罪的奴仆，结果就是死；你们顺服上帝，就得以成为义人。感谢上帝，虽然你们曾经是罪的奴仆，
现在你们却一心顺服所传授给你们的教训。你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，而成为义的人。怕你们难以了解我的意思，所以我用很普通的例子对你们说：从前你们放纵自己的肢体，为非作歹，做罪恶的奴仆。现在你们要奉献自己的整体，做义的奴仆，成为圣洁的器皿。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不受义的管束。你们在现在认为可耻的事，当时做了，到底得到些什么好处呢？不过是死罢了。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，做上帝的奴仆。你们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，所收获的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，但是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是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生命里得到生命。姊妹大家平安。你有我唔知你有发现无吼？今仔日的经文甲前礼拜的经文有一段是重复吼，重复。真感谢咱大家拢足认真吼，知影有重复。其实这个照教会历来讲，伊有足侪的连贯性咧锻炼咱的思考。咱前礼拜咧讲到新的活命、新的生命，然后咱今仔日要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思考。迄个题目，我今仔定的题目是归属啦。咱倒来看第16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：你们当然知道，你们做人的奴仆去服侍主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奴仆，那个归属，在讲归属哈。这就是说，你们做罪的奴仆，结果就是死。你们顺服上帝，就得以成为义人。这个义人，甲23节上落尾咧讲的永恒的生命。是咧讲同款的物件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咧锻炼咱要来思考是讲，基督徒的归属是啥物货？基督徒的归属是啥物货？这个真重要，这要帮助咱来思考现今的生活，还是讲咱即现今网络一安尼 click 入去，还是讲报纸一掀起来，所发生的代志，咱要安怎来思考？伊今仔日经文内底有一句话讲。当你已经归属做一个被救赎的人，你会当去做唔对的代志。保罗答案是讲，袂使啦。要开始分享进前，咱做来祈祷。主要听台湾的天父，阮搁一摆来为过去4个月的时间，阮所得到你的保守，来献上感谢。这将近4个月时间，主阮看见这个世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起起落落，也因为无共款的政治制度，特别是伫美国这种民主的社会，有一寡人的意见影响到这个防疫的方法甲政策。我也看见伫最近全世界的疫情，特别是伫美国本土内底。迄个疫情一直咧增加，有几个州特别严重，包括阮所徛起的家属。求主你的怜悯、恩典、慈悲临到伫阮的身上。阮真欢喜会当倒来伫圣殿做伙来敬拜你，但是阮也无想过懵懂，阮知要安怎来保护阮家己，阮会当。这个疫情阁无法度控制下面，来得到保守。我的性命要安怎，无人知。就拄则吴牧师锻炼阮的祈祷中间，落底到后1点钟，明仔载，后一礼拜还是啥物时阵会有变化，阮拢唔知。但是阮所确信的是，阮有主你通花过。阮伫遮也特别要为着阮所无熟悉。也是第位的朋友，Jimmy Wang 医生甲伊的太太苏来祈祷。因2礼拜前去爬山，无细字大倒，有去伤着脑，阮有你的恩典甲面三个基地。
然后阮会通借着这个机会，将因两位介绍互你，祝你亲自成做因性命的救主，互因得到帮赞，互因得到保守，受伤会当赶紧来恢复，阮会当有机会来跟因熟悉，会当将伊的福分来跟因参加分享。我若为着阮的兄弟姊妹，阮中间心灵欠安，或者是身体欠安的，交托伫你手中，祝你继续来带领保守。阮也特别为着伊个牧师甲牧师娘伊过去的时间的看顾来献上感谢，来继续为因祈祷，祝你的稳定教育，后因来源。我为着阮今仔日的敬拜来摆列伫你的面前，祝你亲自来做位做阮的王，也阮了解阮家己的归属就是你。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安尼听有啦吼，无数足串的。我想咱就是安尼来思考，来这边啦吼，来帮助咱家己嘛是伫即个疫情中间来通得到保守啊吼。今仔的主题咧讲到归属啊吼，我用即个订婚还是结婚的相片吼，因为其实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摆咧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，拢用婚姻，拢用新郎甲新娘来做例。我想归属的概念会通帮助咱来思考即种的关系啦吼。当咱咧思考讲迄婚姻的关系时阵，伫传统上甲现代的人咧思考无共款。但是当你无共款的思考的时阵，伊的结论无共款啦，一定结论无共款的。比如讲过去吼，过去迄个离婚率足低，为虾米？逐个人拢有归属感嘛，逐个人拢对即个新的家庭有一个归属感。但是即摆的人较注重啥物诶？权利，特别是咱咧讲迄个妇女权的高重，来影响迄个婚姻的归属的感觉。所以有真侪人会感觉讲，迄个即摆都缘分已经真啊啦，甲家己无要拍拼，讲怪缘分啦吼。也是讲，我已经忍耐足久啊啦吼，我嘛捌听过人即种理由吼，是讲有足侪奇怪怪的理由，会造成迄个家庭的归属的感觉，也是讲归属的关系来去破裂吼，破裂。所以当咱咧讲归属，也是咱中文讲归属吼，咱会想到就是迄个婚姻的关系。伫圣经内底时常用来解说，也是讲描写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伫诗篇89篇，伊讲我甲我所敬的人用对我的罗卜代笔咒詛，这毋是咒诅吼，咒詛台语的意思是讲誓约啦吼。我要互你的福会坚固到永远，佮互你的宝座建立到代代吼。这个咒詛，你用华语汉文去读的时阵怪怪吼，毋是咒诅吼。我一直咧甲你介绍，咒詛是一个誓约的讲法。迄若亲像迄个婚姻中间两个人的关系，上帝伫遐甲伊的罗卜，伊所竞选的人，咱先甲代笔这个名摕走啦吼。我甲我所竞选的人立约，用现代的讲法就是讲，什么人是上帝竞选的人？咱拜五咧讲着服侍概念，咧讲着即个咱查经的时阵咧都讲着。我所竞选的人，上帝所竞选的人，现在是啥物？你甲我敢毋是？伫侪人的中间，上帝竞选咱来归属伊，所以上帝甲咱立约，有迄种归属的关系来建立。所以照安尼咧，即个誓约，咱讲坚固到永远，也是讲咱台湾人最爱用啥物诶？爱水会干，石头会烂。你形容啥物诶？爱水会干是无可能的代志嘛，石头会烂嘛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所以意思讲吼，我永远爱你啦吼，用安尼来形容，敢有可能真正永远
咱总有一天拢会离开嘛吼。意思讲，我会尽我所有的力，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吼，来形容吼。啊嘛，咧强调讲咧彼此的这个归属的关系啊，讲啊别得合倒啊吼，白头偕老啦吼，即种的讲法等等的，就你说形容讲迄个归属，甲伊家己的迄种宣誓，要伫即个关系顶悬的尽忠，还是讲伫遐来表达对方的疼。伫圣经的今仔日的圣经咧，甲咱讲是咧讲着两个足无共款的对比，一个是罪的萝卜，一个是上帝的萝卜。白白咧做萝卜，是要做罪的萝卜较好，还是要做上帝的萝卜较好？伫前几工的迄个第二第五信内底，咱有讲着，用福音书咧讲着一个人，你若引带人无好势，亲像一家己的阿妈棍吼，比迄个用迄个石帽甲挂伫阿妈棍，迄年啊害年啊，更较凄惨啊！吼，更较凄惨啊！所以做的萝卜基本上就是安尼，就是保罗伫即个所在真清楚咧，甲咱讲做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啊，做的结果就是死亡。阿妈棍挂一个石帽，啊，甲你迄年害咧，对安尼，比这更较凄惨，迄个意思。所以，伫圣经的救恩的基础来看，咱的人生，人若离开上帝，就是得罪上帝，就是犯罪，希伯来人用希伯来文咧讲罪这个字是啥物呢？其实因无做个罪的字啦，因这个罪的概念是讲，你若写字写标，无写伫红心顶悬，这个红心代表上帝，你若小可偏去吼，你就是犯罪啊啦。你若无甲上帝有归属的关系，你就是离开上帝，你就是犯罪啊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你若得罪上帝，你的结论就是无法度得到永远的活啊，所以是死亡。伊的迄个哲学的论点是安尼。古早无所做兵的时阵，有一句话定定听着啦吼，演习视同作战，然后呢，不驾离营视同什么逃亡。然后呢，演习不驾离营等于提前逃亡，然后唯一死刑。有机会牧师甲咱来分享一下吼，我是这条戒律的受害者吼，我要去用监内底去用判一届的死刑，就是因为这条吼。有机会再来甲咱做分享啦吼，愿上帝保守吼。所以你无伫迄个战争的迄个。前线来尽忠，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爱抵到死罪。保罗和提摩太的书信内底有讲到这，咱会记着，爱亲像基督的精兵。基督精兵的定义就是讲，伫前线的人，你袂当安那分心啦，袂当分心，迄个意思吼，迄个意思。所以伫保罗和提摩太的书信的中间。伊就是讲到即款的概念，伊讲你爱甲我同受苦，亲像基督精兵共款，是像伫军中做兵的，军中做兵的，这翻译了无介好势。台语的翻译较好，伊讲既若出军的兵，意思讲你已经派出去伫前线，你就袂当有事，无有其他的思想啊，你就是伫遐爱甲你的对敌争执。有足侪人问我讲，你副排长你是基督徒啊，你搁将来要搁做牧师啊，你若做兵甲你派去前线，你有要杀人？台湾有一个教派的青年，拢无爱做兵，拢去用判逃兵，知啥物教派？新约教派，新约教派因讲我不能杀人，我不能践行。所以，因的青年足侪拢去用判迄个逃兵，因为无咧去服兵役啦，就是安尼。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发生足侪迄种圣诞节的故事。两个军队大家穿拢绑嘛。你知欧洲差不多拢是基督徒嘛，因为战争无，因为杀人无，因为伫前线你若无甲你的对敌杀死你就会互对敌甲你杀死。
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用罗马军队的概念咧，甲提摩太讲：你伫前线的时阵，你着爱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爱刣赢你的对敌。啊，即个对敌当然毋是咧讲人啦，伊是用安尼咧形容讲你甲罪的关系。你必须爱去刣赢罪，刣赢撒旦的方便。所以你若伫做基督的精兵伫前线做软脚下吼，你着安那等于帮助对方，敢毋是安尼？吼，你甲对敌来套协，吼，你着诚做家己着诚做对敌的敌。这是保罗用这概念在讲。所以，当基督徒一旦失去上帝的标准的时阵，就诚做对敌的同伴，就诚做罪的奴仆，帮战对敌，无顺服家己的长官，就安尼讲上帝。安尼结果，保罗讲就是死吼，死。当咱前几工的读经的经文，拢伫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的时阵，咧讲着，拄则无水平讲啊。你若读爱人伫真理的追求顶悬吼，比迄个拔一个石无伫个阿妈棍甲得天里海里吼，更较严重，对毋对？即款的就是罪啦。迄个石无会通讲是撒旦，也是讲错误的教导，也是讲咱伫礼拜五下查经咧讲迄是啥？律法的迄种束缚，互人离开上帝吼，互人离开上帝。咱咧讲归属的关系的时阵。牧师要用另外一个经文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耶稣捌伫约翰福音14章咧讲着，我要去爸遐，为着恁避办所在。若帮无够伊安那，会阁避办较济，要倒转来接咱，来倒转去爸迄个所在。即句话，即个预言，即个应允，基本上的基础是犹太人的婚姻，哦，犹太人的婚约。犹太人的婚约是安那？伊要去谈婚姻的时阵吼，主人会派一个奴仆授权互伊来讲婚姻，就爱甲新娘的老爸讲好势了后，因就安那啉一个酒做誓约，讲定。如果新郎有对老爸也是即个受车派奴仆做伙去的时阵，新郎就甲新娘做伙啉一杯酒，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话，我要用性命来听你。咱有想到啥物个？这是利百加啦吼，利百加伊咧看亲人的时吼，看有对眼无？这查某囡仔袂歹过来做代志，是安尼要来合作使安尼吼。其实最后晚餐，就是咧表达耶稣的应允。咱伫遮做伙来啉，我用我的身体为着恁拍破。我的血所流的是要个新约。我去要搁倒转来，是约翰福音14章所咧讲这个应允。所以耶稣伫遮拢足清楚咧讲这物件。我用圣经考古学的这个图片来互咱小可了解。因古早的厝安尼贴起来了吼，比如讲我即摆有一个囝要结婚，我即摆一个囝要结婚的时阵，即真正讲好了，老爸就带新郎倒转来伫厝里，伫因兜的边啊，佫开始贴石头起一间新房，起到当时会好，毋知影。囝知影无？囝毋知，因为老爸可能去到一半，讲啊，我老爸仔无钱，要等半冬啊。我若较有钱的时，我阁继续买石头仔来起，也是请人来斗起。所以当时会好，囝毋知。耶稣讲，关于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子都不知道，只有谁？只有父知道。要讲这样的。圣经有足侪的福音书的譬如，甲这个概念有关系。比如讲，10个童女，有5个巧的，有5个愚妄的。
啊，因是安怎会油无够？为什么？因为新郎当时要来，伊毋知影。但是提亲了后，即边新娘遮个人就安怎准备好势，随时新郎就来要安怎来娶，所以爱准备好势。但是有5个童女安怎放，我遮咧就够啊，迄念伊就来。啊，这拄则牧师咧讲，迄个最后晚餐是用安尼做契约。耶稣伫遐来表明，甲咱的契约，伊应允伊要搁倒转来，带咱倒转去，迄是一个归属，归属的所在。耶稣基督救恩有事，互咱今仔日的经文内底14、18、12、30，拢有甲咱讲着安尼的概念。其实你注意来看吼，出来救的以色列人是毋是完有归属的问题？以色列人伫埃及几工？会记得无？好市430担，已经袂记得上帝生做圆也是扁的。但是当上帝听到因的艰苦的时候，找摩西倒转去来引带因出埃及，去到伫西奈的旷野的时阵，你感觉以色列人的归属感有改变无？当因拄着无物件通好食的时，讲安怎？人阮伫埃及的时，佫有肉通好食。当因看到头前是红海湖标对兵的时阵，讲你带我来遮无死无种新基地是要创啥？我伫埃及的时，佫会当好好有一个种类。啊，现代人呢，种类是像安尼咧举行，你毋知影？我有朋友因的种类就是安尼举行，伊无再调实际比一个的种类啊。时代咧改变哦，咱的迄个归属的概念嘛，咱无共款啊吼。以色列人，伊虽然肉体已经出埃及啊，但是伊的心的归属佫伫倒？佫伫埃及啊，佫伫埃及。伫婚姻的关系中间，实际婚姻中间，敢有即种情形？我连咪无数个会记咧，互咱看。基督徒真侪时阵伫追求信仰的内面，亲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但是咱的思想、咱的价值观、咱的做法，佫亲像无信主啦。这甲即阵人共款，敢毋是？甲即阵共款吼。基督的救恩14节，伊讲对安尼，恁无搁再受罪管辖，因为你已无法度的。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啊，但是因却愿意咱咧讲的种形容叫做罗在成安怎带动。我宁可去遐去互管，但是我有肉通好食，我足欢喜的。18节讲，你已经对罪中间受透放出来，成做伊的奴仆。伊的奴仆是上帝的奴仆，是我的奴仆。但是因宁可要转去伫迄个所在。23节，保罗伫遮个所在咧，甲咱提醒讲，罪的代价是死亡，毋通搁伫迄个内底啊。爱明白上帝白白恩典是要互咱主基督耶稣来。所以伫即个经文的内底，一直咧提醒咱是被透放出来，咱是伫基督恩典受救赎的，咱毋通搁继续活伫迄个死亡的限制内底。何西阿书，咱知影何西阿先知，上帝叫伊去娶一个太太，足侪人袂当理解，找啥物太太？娶一个娼妓。伊讲上帝哪会互伊的奴仆去娶一个娼妓？迄个仪表啥物货？仪表上帝的疼。伊知影咱毋对，但是伊犹原要娶咱，要互咱归属伫伊迄个恩典的内底。何西阿的婚姻是咧仪表安尼，咧仪表以色列人背叛上帝，但是上帝犹原疼因，甲因亲像迄个太太安尼来疼，用安尼来仪表即个救恩的意思。所以保罗一再强调救恩，基督徒甲基督同等死同过啊！咱上礼拜已经讲过，上礼拜新生命讲咱有的生命已经死啊，所以咱甲主同过啊，爱有新的活命的表现。
出来结尾以色列人，因无安尼的表现。自过我了后，要搁倒转来带咱去到天父迄个所在，咱的归属感就是爱伫归伫天父的家，无搁再伫即个世间，无搁再流连即个世间，无搁再流连迄个埃及。虽然较车花、较烟乐，有肉通啊食，有所饲，有所在通啊待。传统的家庭的太太总是有一个想法，讲嫁家随家嫁到对狗，对无？你讲这讲啊，但是现代女性会感觉讲，即种的太太我爱有女权运动主义吼，我嘛是一家之主之一啦吼。但是咱知影迄个结论就无共款啦。我想当然我毋是牧师，毋是咧鼓励讲男权至上，就是讲当咱伫迄个婚姻的关系中间，圣经的价值，咧甲咱讲，咱的互相归属的感觉是啥物货？迄个关系是啥物货？比如讲，我有一个外甥啊，两个拢是牧师，伊的太太足有想法，讲要来做竞选做迄个某一个单位的总干事。伊的先生讲啥？若阮太太要做总干事吼，我会当大厝照顾4个囡仔。这就是归属的关系，无一定是讲男主外女主内迄种的关系。毋是牧师要强调，毋是迄个价值观吼，但是讲迄个彼此的归属的关系是啥物货？你彼此的认同的关系是啥物货？这个是真重要。但是当你想过夜头讲我的权利是啥物货的时阵，会甲这个关系扭开去。所以耶稣甲咱讲守夫的理想好看的配置。我时常听到一寡人咧批评，互相批评。我规个太太会累啦吼。我捌听迄太太讲吼，我若无嫁互伊吼，我到当阁是阮兜的公主，阁是阮爸爸的公主呢吼。我知影逐个人吼，拢伫爸爸的眼中拢是公主，但是当结婚了的环境拢无共款，每两个人的成长的背景拢无共款，做代志的方法嘛拢无共款。当你对这个婚姻的关系，还是讲对这个家庭的关系，无有真清楚的了解甲改变的时阵，你依然是要用你长大的环境，这个嘛要用伊长大的环境来相处，安尼做啥物货？迄绝对会出问题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必须爱超切，必须爱超切。但是基督徒的超切，就是对上帝的旨意吼。这种的心态其实甲出来结尾以色列人同款吼，这种的努力心态，因无爱改变。伊感觉我过去安尼就足好个啊，但是当伊真正伫迄个艰苦中间的是，搁伫遐喊惨，这是足大的矛盾吼。圣经保罗甲罗马教会的信徒讲，你知影奉献你的专利，啥物叫专利？毋是迄个人嫁过来尔，心爱过来。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因肉体离开埃及，但是心无离开，因无专人啦，要切一半尔，切一半。所以讲，无将恁的肉体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，就将本身献互上帝，亲像对世人中国也献恁的肉体互上帝做义的器具。咱前几讲也讲过器具，互上帝来成做咱的主人来使用咱。所以圣经用迄个结婚的关系，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，要提醒咱必须爱奉献咱的专利。这嘛是咱拜五所伫讲，咱爱有清楚上帝呼召咱来服侍，无论咱有当真还是无当真，咱拢是一个服侍的基督徒，咱是一个归属。咱到底咱的归属是啥物货？咱到底咱的归属是啥物货？是讲，咱着爱互上帝的意来做器具，咱爱来顺探上帝，因为咱是去互上帝对罪中间甲咱讨白，成做义的萝卜，所以咱爱成做义的萝卜，这是咱的归属啦，第19节到22、23，这咧讲
现在恁来奉献家己的整体最奇的萝卜，听做圣洁的意命，然后做上帝的萝卜来得到果子，滴到正圣。结局是永远。23嘛是讲到永远。咧准备这个时阵，我一直咧回顾最近美国发生这个代志，比如讲有真侪人拢咧支持迄个BLM。我一直咧挑战这个同工，我咧问一句话，讲，当你咧支持人权的运动的时阵，你需要思考的是一个 balance， 你需要思考的是一个义。我讲我毋捌看见有一个领导者咧批判遐放火咧烧的，遐拍亚洲人的黑人。但是因咧批评白人的警察，我毋是讲白人警察袂当批判，咱有迄个平衡的，咱有徛伫迄个市正的角度咧看这个代志。当咱咧讲咱是义的萝卜，咱需要批判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一个真市正的角度咧看政府的代志？有一个人讲遐个放火，台人放火，甲 protest 无关系。但是问题是甲恁甲做伙啊。你无去画清楚迄个界线。咱的北边，华盛顿州有一个区域去用占领起来，做自治区。然后有一个新闻，一个黑人去用抬。伊去遐病的时，记者甲访问，伊讲哈，足奇怪呢，我叫警察拢毋来。迄个记者下骹做一个注解，你敢袂记你住伫自治区吗？你不准警察。咱真侪时阵，咱无用一个真平衡、真正确的角度咧看代志的时阵，咱的归属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吼。安尼囡仔咧甲我讲爸爸，我拢学你吼，较早拢是安尼为着正义出声的。我讲，但是你爱真正会晓判断什么是正义，你爱会通了解什么是上帝爱咱徛的一个标准。也是讲，伫迄个背后有啥物人咧带，有啥物法律叫你爱往前做。保罗看免咱爱归属伫主的义内底，才做义的囝。咱属伫主的人要安怎用伊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？我想这个是。我绝对支持 BLM， 但是我更较支持 ELM。Every life matter。上帝看重咱每一位，咱要安怎来看这个世界？我相信这是上帝爱咱学习的，特别是这个世代，已经是我感觉已经是非已经足混乱的世代。愿上帝赐予帮助咱做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，求主你来帮助阮。阮会通伫即个混沌无明的世界内底，会当有你的圣神的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通看清楚，互阮会通明白。主啊，阮求你会帮助，互阮明白，阮是归属伫你的。阮无伫举手讲归属伫你，但是阮的判断搁标准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听真大。当阮离开你，得罪你的时阵，你又会疼阮，互阮无因为安尼来搁放纵阮家己伫迄个罪的内面，变做互阮更较警醒，徛伫你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世界。阮伫遮来为着阮所徛起的加州、美国来祈祷，求主你的恩典临到伫这个所在，也为着这个疫情，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来祈祷。主，阮袂当做啥，就靠主你的恩典来赢过遮济挑战。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咱做来吟诗，圣诗第487。
Yeah. Oh, okay.啊，别兄弟，你这个时阵，在这个疫情的时阵，你保守阮，保守阮的脚步，保守阮的信心，因操阮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服侍你。就是你万丈阮，在这个时阵，会当我平常体谅伫你，阮所行所做的，啊，你的旨意，万丈阮，会当帮衬需要帮衬的人，阮伫遮做伙。我有这个福分，遮做伙，我感谢好多你。就是因带阮到教会到这做伙行路上，我来给阮淡薄的金钱，做你的圣工的路用，我的基督奉就是圣名。感谢。啊，是。咱有几项代志要来关心报告啊。天气真正足无稳定啦吼，今日阴暗开始搁要落雨吼，啊，请咱来体恤吼。即个咱有一个老兄弟，即摆人伫台湾吼，啊，伊的太太罗美姐妈妈，伊6月23号下晡吼3点5过身97岁啦吼。7月初是要举行告别式，应该是伫厝大坪啊，伊写有家祭跟公祭啦吼，所以迄是应该是民间式的一个礼仪吼。
咱会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吼。拄则祈祷的时阵，David 的朋友吼，黄医师甲伊太太叔吼，Jimmy 吼，Jimmy 我因头2礼拜前去伫迄个马边来跑道，爬山跑道，咱因来祈祷吼。好，咱共款吼，咱渐渐在恢复，伫礼拜堂做礼拜中间，咱爱习惯来带喙念嘛吼，今仔日就人较侪，所以出到到不了，虽然真喘，不过虽然外口真凉感觉诚烧落啦，咱来保守家己啦吼。咱共款有即个live stream 吼，咱可能若人倒转较侪了。咱的 live stream 会改变，因为咱即马有迄个 physical 的 music，live stream 可能会收音会无遐尼好，咱会用互动的软体，无得甲咱再来讨论看卖啊。了后我就是先录影的音效会比用迄个互动软体的声音较好，了后我才便的再去伫 YouTube 来播送。即个咧思考的中间咱嘛是咧学习一步一步咧改变的中间啦吼。咱也希望会通愈来愈上轨道吼。咱今仔日有恢复有奉献吼。咱若准无伫即个礼拜堂参加礼拜，还是讲你无准备，还是讲你会当伫阵先甲写起来，会当寄来教会，还是更。就是讲，咱倒转来做礼拜是会当做伙来吼。7月初3也有查经吼，要加太书第1章12节，要查到完吼。咱目前来讲，就是咱无提供午餐进前上礼拜出席是20人，查经13人，奉献是830块吼，面一只。我有寄就咱吼 ，OK。后主即个讲道会做即个所在，服侍的当工即个所在，有就无叫人吼。好，来。今日的经文是多少条？诗篇13篇第50到第60，诗篇13篇第50到第60。我无看呀。总是我的你的我心里我你有温宽我。诗篇13篇第50到第60。总是我的你的慈爱，我心里你的真理来快乐。我要唱歌得乐耶和那么，等于说，直接把他礼拜，下礼拜来考试。那做回来上经510首。愿上帝的应允成就伫咱每一个属于伊的人的身上，互咱得到主的救恩，互咱来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互咱来归属咱的上帝。愿主的平安，甲咱三个弟弟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
呀，等下哦，我来给 stop share，然后来。嗨。唔定講好，睇哎，你唔是講啊，伊是講翕啥物視頻的是叫較懸的，是安怎？對電話弄落來。啊！你教會。这个文华兄坐到一摆，看看会对。有看无？有吼，来，文华兄，你坐在第二排。文华要去啊。对，OK 啊。对，还是。哇！要不要吗？花色啊。对哈。老赵，邱老师，哎，有那咋的？抹茶蛋糕呢？抹茶蛋糕，这叫做麦茶蛋糕啦。你有听无？也离了。有啦，有啦。现在是一定用在讲。哎，有听到声？有啦，拢有啦，听到声啦。嘿，有啦，听到你有头仔食吼，拢无爱甲你应啦。你做咩大一会有无？有啊，姐。啊，到伊头摕几多呢？我早水管啊暗动，对吧？我哪只？后面你 WiFi 要重复啊？是那样啊。今仔八啦。你那快留言啊，对吧？今仔终于有脸啦！文华要上少年你不是在咧念。后面即摆那位讲你即摆有头有脸啊啦。哎，头有脸。来辩解，我有抹茶蛋糕。啊？啥物货？抹茶蛋糕。你袂使食米啊，敢毋是？袂使。味道很好，味道很好。我继续讲。哦，蚂蚱。哦，这快制作。哦，给人哥。我老你叫我哈。蚂蚱。你啦。嗯。哦，吐司啊！刚刚要吃不一样。啊，搞哈姆。也爱叫，唔能嘅不能。来，你看啊，你唔是讲伊哋，你讲文华还有个蛋。哦。你那有看？有看，直接咧看。你用啦，对，你给他报酬你。内心价值。有仇报仇。哎，迄个今仔日个录音听了安怎？还好啦，有断续嘛，是会晓转去。哦。嗯。都是信息。讯息还好。不过还好啦，还好的啦，袂歹，还好会使。对啦。安尼，反正有荧幕互恁对就对啊，安尼啦。对啦。即摆唱歌好像，喙都拢会准嘞。后面，后面，你知咱咧后面，咱咧行下关 concrete 画起，你知？
concrete 破起，哎，concrete 哇，到位啊！对，拽位，要行，要做迄个树啊，对，做迄个树啊，边仔会 concrete 哇，没有，有来有坡的，葡萄来了。泡了秋天嘛，泡了。哦，所以秋啦，不就秋啦？巨峰葡萄，巨峰葡萄，巨峰葡萄，没有葡萄的葡萄树。哎，还有几张？这边变做葡萄酒啊，要加多张啊呢？迄巨峰的哦，哎，巨峰诶，飓风。偏偏主进刀诶，啊，不是讲高顺溜呢，你无搞阮混的吼。是。啊，你啦，啊，你当先嫁阮兜去，是得个。啊，老人家话你，那你无。对啊。这些。啊，无啦，遐你该冻啥你啦？哎，文华呀，无啦，遐你冻啥你啦？口罩嘛穿落来，哦，口罩。哎，平安你咧找我吗？啥？哦吼，